Hello，大家好，我係 Venus。近排咧，我收咗好多唔同嘅求助個案啦，都係講緊自己嘅 PGWP 啦，或者 OOWP 申請被拒。好多咧都係因為可能入錯簽證啦，甚至係交流一啲重要文件，最後咧令到簽證都係被 IRCC refuse。嗱，之前咧我都拍過一段簡單嘅短片啦，都有輕輕講解過，如果你嘅簽證被拒，可以有啲咩 procedure 係可以做到嘅。咁咧，如果未睇我嘅 video 啦，可以去翻我下邊 YouTube description box 嗰度咧，我都 post 翻條 link 喺度嘅。咁大家咧都可以簡單先拎少少概念啦，去睇下下一步係可以點做嘅。不過咧，今日都想講咧，就係好多人都會問啦，如果我簽證被拒，我而家究竟喺加拿大嘅身份係啲乜嘢？因為咧，當你收到移民局嘅拒簽信咧，佢會喺個拒簽信列明你而家喺加拿大嘅身份係啲乜，仲有冇效？同埋，如果過咗期嘅話咧，佢會係你喺90日之內咧，需要做一個叫做 restoration of status。所以啦，好多人都會問啦，如果我簽證被拒，係咪應該要即時停工咧？而做咗呢個 restoration of status，係咪又代表我已經可以返工咧？又或者其實做呢個 restoration of status 究竟係有咩用㗎？咁今日咧，我呢段 video 咧都會慢慢逐一同大家講解下嘅。首先啦，如果想知道自己究竟喺加拿大嘅身份係咪合法嘅話咧，maintain status 呢個 concept 係一定要需要知道嘅。其實大家都知道㗎啦，無論你係咪等緊 PR 嘅申請，或者係等緊 PR 嘅最後 approve 咧，你都必須有一個合法嘅身份留喺加拿大嘅。如果你想知道啦，你喺加拿大嘅身份究竟係咪合法嘅話咧，maintain status 咧呢樣嘢你一定要知㗎啦。其實 maintain status 咧都係近幾年移民局轉咗嘅用詞嚟嘅。我以前咧讀移民法律課程嘅時候咧，我哋嗰時都係用一個叫做 imply status 嘅。可能因為啦 imply 同埋 maintain 咧個英文個解釋咧可能有啲唔同啦，咁所以咧移民局而家劃一咧都係叫做 maintain status 㗎啦。如果咧你見到一啲 IRCC 嘅官方網站嘅話咧，佢咧都會喺 maintain status 咧會括住咧就話以前咧係叫做 imply status。咁所以咧呢一個 concept 咧大家一定要知，因為都係非常之緊要嘅。如果咧想明白 maintain status 係啲乜嘢咧，首先咧要了解自己而家喺加拿大係咩身份先。咁如果你係學生，咁就係一個 student permit 啦。如果你係一個 worker 咧，就係一個 work permit。咁 visitor 咧就係可能會有一個 ETA 啦，或者你有一個 visa record 嘅。因為咧其實每一個簽證咧都會有效期嘅。我而家都會建議啲 client 啦，起碼都預留半年嘅時間去延續你嘅身份。因為咧好大機會啦，當我哋簽證過咗期嘅時候咧，其實移民局咧仍然都係未批到你嘅簽證。咁咧而呢一個嘅情況咧，其實已經係會成日都發生㗎啦。因為移民局而家做嘢咧真係特別慢。咁所以啦，我哋都會有一個問號，就係當我已經係簽證過咗期，而我又等緊移民局嘅結果。咁我仲係咪有一個合法身份留喺加拿大咧？咁答案就係嘅。如果咧你想繼續享有你原有嘅身份嘅話咧，我哋咧必須要喺你簽證過期之前咧，要向移民局提出一個新嘅申請。咁當然啦，我哋向移民局提出申請咧，就必須會交呢個嘅 application fee 啦，同埋咧仲有其他嘅文件咧，都需要一併向移民局嗰度交晒佢。咁咧先至話係正式咧已經入咗個申請㗎啦。咁關鍵咧就係必須要你喺簽證未過期之前就要入一個新嘅申請，咁你就繼續可以享用你嘅原有身份。就算過咗你嘅簽證有效期，而移民局仍然係未有結果嘅話咧，你係仍然可以繼續享有你原本嘅身份嘅。例如啦，如果你係一個 worker 嘅身份，如果你喺簽證未過期之前提出一個 work permit 嘅申請，你係可以繼續返工，直至移民局有結果為止嘅。喺移民法律嚟講咧，呢一個係絕對係合法嘅工作嚟嘅。咁你就可以繼續喺加拿大等待結果，繼續工作，咁直至到咧佢批出你嘅簽證為止。咁當然啦，如果你學生都係一樣嘅，記得要喺簽證未過期之前咧都要提交 study permit 嘅 extension， 可以繼續返學，直至移民局有結果為止。咁咧呢樣嘢咧就係叫做 maintain status 啦。嗱，要留意喎，如果咧 maintain status 咧，頭先都講啦，第一定要係簽證過期前要遞交申請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如果你嘅簽證過咗期，你係等緊移民局嘅結果嘅話咧，你喺呢段期間都必須要留喺加拿大等待結果。因為咧，如果你已經離開咗加拿大嘅話咧，咁你嘅 maintain status 咧就會失效㗎啦。不過咧，如果你申請 PGWP 畢業後工簽咧，情況就唔同啦。因為咧 PGWP 咧賦予嘅權利都幾大㗎。如果你係由 student 轉做一個 PGWP 嘅身份咧，你喺等候期間咧已經可以 full time 返工，
一路做嘢係冇問題嘅。甚至你離開咗加拿大境，再用一個 ETA 旅客身份入翻嚟咧，你仍然係可以繼續 full time 翻工嘅。不過啦，如果你係一個工簽身份，當你簽證過咗期，你係仍然必須要喺加拿大等候個申請結果咧，你先至享用到 maintain status。你一離開境嘅話咧，呢一個 maintain status 咧就會失效噶啦。咁咧，所以大家要留意幾樣嘢，就係第一，一定要喺簽證未過期之前提交一個新嘅申請啦。同埋第二啦，你睇下你自己本身係咩身份嘅。咁如果你係簽證過咗期嘅話咧，而你喺加拿大等候結果，萬一你離開境嘅話咧，除咗 PGWP 嘅申請係例外啦。如果你一離開咗加拿大咧，你就會喪失呢個 maintain status 嘅權利㗎啦。咁理解完 maintain status 之外咧，我要講另一個 term 啦，叫做 restoration of status 嘅。因為咧，大家咧可能之前未必認識呢個 term，但係如果你近排收到一啲拒簽信，而佢有提及呢個字眼咧，咁你就要必須留意啦。因為咧呢個 restoration of status 咧係非常之緊要嘅。如果你收到移民局需要你做 restoration of status 嘅話咧，你必須要係跟足佢嘅指示去做嘅。咁咧，我而家咧就會同大家去講解下噶啦。首先咧，我都想同大家講清楚一樣嘢，就係如果你收到加拿大移民局發出俾你嘅拒簽信，話你嘅 permit 係 refuse 咗嘅話咧，而你嘅簽證已經過咗期，嗱呢啲咧佢都會喺你個拒簽信咧都會簡單講一講，就係話你而家係加拿大嘅身份係唔係已經 expire 咗嘅。如果你收到呢一個嘅通知嘅話咧，首先第一樣嘢，你係要必須立即同你僱主講，你係必須要停工嘅。如果你係讀緊書，你係必須要停學。因為你嘅身份已經唔可以再享用 maintain status 㗎啦，呢個第一樣嘢大家係要必須記住嘅。第二樣嘢咧，其實加拿大移民局咧都會喺個拒簽信度講埋，就係你需唔需要喺90日之內做一個叫做 restoration of status 嘅 procedure 嘅。嗱，而呢一個咧 restoration of status 咧係非常之緊要㗎。如果咧你90日之內咧冇做呢個動作嘅話咧，其實移民局咧係隨時可以遞解你出境㗎。你必須要跟足移民局嘅指示，喺90日之內咧完成一個新嘅 permit 申請，同埋要做埋 restoration of status 先可以嘅。咁咧我陣間都會再講解一下。咁所以啦，記得啦，唔好有任何逾期居留，你最多有90日咧去做呢個動作，咁一定要把握呢個時間。好多人都會問啦，如果我真係90日之內做呢一個 restoration of status， 係唔係代表我可以繼續返工或者係繼續讀書？咁呢個答案係肯定話返俾大家聽，係仍然唔可以返工，唔可以讀書，直至到嗰個真正嘅 permit 到手，即係話嗰張金紙已經寄到你屋企，你先至可以恢復工作同埋繼續返學嘅。我都想再次提醒大家， restoration of status 係唔代表你恢復 worker 或者 student 嘅身份，因為你嘅簽證已經係過咗期㗎啦。做呢一個 restoration of status 意思係你只要提出一個新嘅 permit 申請啦，同埋交埋呢個 restoration of status 嘅費用嘅話咧，你係仍然合法地喺加拿大等候結果嘅啫。嗱，唔代表你可以返工，唔代表你可以返學嘅。嗱，呢一個移民局嘅網站係有清楚列明，所以記住唔好覺得我好似用一個叫做中文叫做恢復身份，咁我就可以享用返工作同埋讀書嘅權利。嗱，記住啊，千祈唔可以冒險嘅，因為移民法律都講得好清楚㗎啦，你係要等到個 permit 真係到咗手，真係批翻俾你，你先至可以繼續翻工翻學嘅。所以咧，希望呢一個咧，大家咧都可以留意多啲啦。嗱，咁至於咧做呢一個 restoration of status 咧，係咪代表我交個費用咁就已經成功咧？咁就唔係嘅。嗱，記住啦，如果你要做 restoration of status 嘅話咧，首先你要重新遞交一個新嘅 work permit 或者係 study permit 嘅申請啦。嗱，記得喺個申請表格咧，佢會有得俾你揀嘅。有一格咧就係可以 restore as 一個 worker 或者 restore as a student 都可以嘅。咁你記得要 tick 埋呢一格，同埋記得要交埋 restoration of status 嘅費用。而家咧係講緊239.75加紙。嗱，大家要留意嘅唔係淨係去移民局網站交咗個239.75就係已經係叫做咗 restoration of status。記得咧，你一定要係交個新嘅申請啦，同埋要喺表格上邊咧都要列明你係想 restore as a student 或者 worker 嗰度都要清楚列明嘅，唔係就咁交費用就代表你已經係叫做咗 restoration of status。
咁呢一點咧，大家要清楚知道啦。同埋咧，你都需要寫多封信俾移民局去解釋一下點解你第一個簽證係失敗，而你今次做一個新嘅簽證申請嘅時候，你交翻啲乜嘢文件，同埋咧你都需要 apply 埋呢一個 restoration of status。所有嘅文件咧，你都必須一併交回，咁先至係做咗一個叫做 restoration of status，同埋咧你已經 complete 埋個 application，咁先至完成咗呢一 part 移民局需要你做嘅動作㗎啦。所以呢個新嘅申請同埋 restoration of status 咧，所有嘢都要喺90日之內 complete。你只要做到呢樣嘢，你就可以喺加拿大合法咁樣等待呢一個新簽證嘅結果。同樣記得留意啦，係唔可以返工，唔可以讀書，直至新 permit 到手嘅。嗱，最後咧，好多人問我啦，如果真係簽證被拒，而嗰個 permit 已經過咗期，係有咩方法可以繼續返工或者返學咧？答案咧就係冇嘅。呢個咧就真係唔好意思啦，因為咧如果你簽證被拒嘅話咧，而簽證又過咗期咧，你係必須要停工。所以啦，我自己嘅少少建議啦，因為咧如果係我嘅客人啦，其實我自己都會 make sure 佢哋嘅申請無誤啦，同埋所有文件都會交足，所以我被拒嘅情況咧，基本上係完全唔會出現。因為咧我都想俾大家知道啦，我哋呢一個行業咧其實責任重大嘅，我要確保每一個申請者啦，啲文件係冇錯啦，冇交漏啦，因為呢樣嘢都緊要。如果係因為我自己失誤啦，令到可能有啲人需要停工，可能係講緊冇收入嘅話咧，我嘅影響其實都幾大。所以啦，經我申請咧，我絕對唔會犯呢啲嘅錯誤。特別啦，如果我知道原來我係影響可能成個家庭嘅收入咧，我更加一定要小心處理。所以啦，我都想再次提醒 DIY 申請者啦，因為如果你簽證被拒嘅話咧，你分分鐘需要喺加拿大等8至9個月時間，係講緊冇得返工或者冇得返學，你就係真係叫做齋等。咁呢樣嘢咧，其實都會影響幾大嘅。希望啦，大家如果真係要自行申請嘅話咧，真係講咗好多次㗎啦。你即係一係就論述移民局嘅網站睇清楚所有嘅申請文件係要啲乜嘢。如果真係唔 sure 嘅，都不妨約我做一個 consultation， 我都可以同你 go through 一次你需要啲咩文件嘅準備。當然啦，可以直接聘用我啦，去代表你去做呢啲簽證嘅申請。所以今日拍呢段 video 咧，其實都想俾大家知道，喺加拿大嘅身份，我哋點樣可以定義為係咪合法咧？或者我係咪可以合法工作讀書咧？呢一個嘅 maintain status 啦，同埋 restoration of status 嘅 concept 咧，希望今日都可以幫助大家。提翻大家啦，如果你繼續喺加拿大等候 PR 嘅結果咧，你係必須要繼續維持有一個合法嘅臨時居民身份嘅。因為啦，如果你冇一個有效嘅臨時居民身份嘅話咧，係會影響 PR 嘅申請結果。所以啦，每一次 permit 嘅 extension 咧都係非常之緊要。希望大家千祈唔好有啲大意嘅失誤，可能會影響你喺加拿大嘅居住身份啦，甚至可能會影響 PR 嘅申請結果。所以今日呢段 video 咧係希望可以幫助大家明白多啲究竟喺加拿大嘅身份係啲乜嘢，同埋咧究竟喺加拿大嘅身份係咪合法嘅。如果你哋都中意我嘅短片，都歡迎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當然記得要訂閱我嘅 channel 啦。如果你哋都有其他移民或者簽證嘅問題，都歡迎 email 或者 WhatsApp我都會盡量解答嘅。咁另外咧，我都有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啦，大家都可以 follow 翻，因為咧我日後咧都會有唔同嘅資訊去提供俾大家。希望咧大家多多支持我嘅頻道，日後咧我會繼續拍多啲移民或者升學嘅短片。多謝大家收睇。